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有卖啊！有啥物啦？哦，伊哦，伊讲是一个卖胭脂水粉的，讲甲小姐要好要来看呢。哦。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带伊出去。是，请对我来。查某人就查某人，较讨厌就是安尼。歹势吼，为着省事事省，所以用这款少年的步数啊。是你，你哪知利用苏月花的命？我就会记你。因为你就是苏月华。好帅！好帅！哎呦，假使讲阮若是乌白讲的只，那你为何会听到苏月华的名了后，就遐个赶紧叫阮来见你的哈？是啊，而且这个秘密哦，还阁是种伫幽冥界成王爷伊透露出来，敢讲神明伊会骗人是？我唔知恁咧乌白讲什么，什么圣王爷，是恁去看到鬼？毋是阮，是谢必安甲范无救，伊陪恁婆婆何春姬去行过一逝地府，啊若无，阮会知较济咧。欺负处理，一派好哎嘢。呦，苏月华，不管你是苏月华也好，唔是苏月华也好啦，只要将你的后面世甲你解开，互迄路条上看起来详细，那我自然就会当明白你是毋是伊的妻子苏月华咯。哈哈哈哈哈！应啊，你赶紧打扮成个模样，然后咱才赶紧进行其他的计划。好。恁大家看卖，我呢敢有像阎罗王啊？迄边大人，哎呦，啊，当阎罗王，什么人捌看过？都无人看过啊！就安尼转过，就安转过，转过。安尼会使哩啊！啊，敢若富贵会讲的，啥物人嘛毋捌看过一点阎罗真公王，啊，生做啥物款？我安尼有成无？啊？真迷人啊！啊，迄支衫咧，哦，破啊体咧，嘿，安尼就应该爱有成迄阎王判官。好，啊，我来摕。神有神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有路，条条必报。处事当真，过年要甲我搬出好戏去。听讲你意向爱戏生妻，敢毋是咧？是啊，那我一向拢嘛足爱看戏的，不管是歌戏、布袋戏，什么戏我拢嘛。好啊，照这本戏本来演，你毋知有问题无？哦，太我关来呀！哦，状元杀车，敢若看这本册的名，就知影讲这是一出的好戏呀。你先准备者，等下咱就演互驸马。哦，原来驸马爷也爱看戏，那安尼真好，我看你那就会好好表现哩。两位，我是爱先声明者，
对这演戏我并无十分的内行，恐惊无法度同咱两位啊做什么好的指点。放心，这出戏驸马一定知影，而且这出戏嘛只有驸马爷才有这个资格，同我指点这出戏的过程。哦，安尼是什么好戏呢？回禀驸马爷，这出戏叫做《状元杀车》了。状元杀车。是啊，请驸马爷指教。来，咱即摆就开始。好，即摆吼，你咧行城外的一间破庙内底，我要进城去看本，转来甲你相会，咱即摆开始，吼。好。哎呦，阮相公进城观宝，唔知有高中还是无，害阮心头规个拢焦乱起来。娘囝，我转来了。我已经高中辛苦状元，你即摆已经是状元夫人了。有影哦。这个有影，咱即摆咧播戏，会讲处事当真。处事当真。当真啦！哎呀，恭喜相公，贺喜相公！月花，相公，哦，你紧欢喜，你想袂到我今仔日你当变成状元夫人咯？恭喜相公！我真欢喜，我嘛真想袂到，我竟然会来高中考命。自从我上京赴考到目前嘛，咱来讲三甲连带客栈的运用都无，才都互你对我来踮在这个破庙啊受苦。我一定会好好来补偿你。从今以后，一定要互你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。多谢相公。月花，当然是人阿某，讲什么多谢呢？佮再讲，你对我这么多年安尼受苦，月花，从今以后对我好好来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嘛是应该。相公，只要你先来，让我这好囝先来，就满足。这你放心。我老雕像对天就抓，一世人一定要好好来对待你，永永远远，互你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。假使我若是反悔辜负了你，甘愿来受天之罚，五雷击顶。你下面就这样当作，乖囝。月花，这嘛是证明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永远都不来辜负你啊！相公，好别安心，我相信咱阿某一世人拢会恩恩爱爱，谁都会高负心的人。你讲对无？对啊。以后袂用就这样当作。这哪要紧？对于讲我将来真正来违背辜负了你，若真正是安尼。就算讲来受五雷击顶，这嘛是我罪有应得。相公，恭喜相公，贺喜相公。好啊，卖啦！无咯，驸马爷，即摆的戏都要长好，辛苦状元要对天就抓，天要待我。你甲听咧？我问你，这出戏什么人扮？什么人扮？是我。是你。哦，这家仙哦，一定是为阮阿娘呀，才让我害死月花的代志。既然是安尼，我一不做二不休。下暗
我都一定要甲除掉。姑娘，你讲的敢是正实的？哎呀，人都讲到这么明啊，敢讲你还阁袂了解人的意思啊？姑娘，敢讲你真想要甲我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？这个要看你的意思啊。我当然嘛愿意啊。你敢真心的？我当然那是真心的，若唔信哦，我就抓互你听。哎呀，就像咱头拄仔演的状元杀车同款，你若是要变心，就抓嘛是无路用。颠倒是我会用实际的表现来证明讲我对你的诚意啊。安尼哦，你要安怎表现？喏，你看，这是啥物？仙宫图。啊？仙宫图，想袂到，连这种会当得到天下的宝物，姑娘你也肯送我实想袂到你会对我这么好。咱若结成夫妻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嘛是你的啊。对啦，到时吼，咱若得到七卡莲花，山主为地，迄就是咱的合作的嘛，吼，咱来分你我的。两位可是要前往仙山找仙宫出七卡莲花吗？正是，请问你是何人呢？哈哈哈！我正是来自仙山的仙人。今日我在仙宫静修，突然心血来潮，突然心血来。今日我在仙宫静修，突然心血来潮。啊，我知影，先长你的意思是突然心血来潮，马上屈指一算。啊，对，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，便知。啊，便知三生四果。道长啊，是啥物三生四果啦？毋是啊，伊是讲相情四果，毋是三生四果啦。我是讲，便知相情四果，专程赶到要做两位啦。我刚才讲完啦。多谢先长，多谢先长。安尼个仙公图，啊，咪摕出来讲话。道长，仙宫图在此，请你过无？唔免，我仙人王莽的。真个得着。道长啊，你，这卡莲花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七卡莲花。小等，请问道长，这七卡莲花的神奇是真实的，也是假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安尼，你后摆若得到七卡莲花了后，你就无爱治我，安尼，我毋是双头壳呢？袂啦，无我就抓互你听啦。就抓无生意啦，靠要生意哦，拍契约啦。拍什么契约啦？拍契约你都唔知，我讲互你听，就是在我面头前哦，写一张保证书啦，写讲哦，你一定得到七卡莲花，将来哦，一定要娶迄个奸臣，唔是啊，要娶迄个假身上的查某囝哦，假树房为妻，啊要以七卡莲花的神奇哦，三子为地，绝无变心，啊无吼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呦！拍契约，拍到遐尼重的纸。对啊，爱安尼写。不但哦，爱将你的官吼写清清楚楚，啊，我来做证明。啊，后摆吼，到你变身时阵哦，我要以你仙山的仙孙吼处理的人头。
哎呦，要惊人，要安怎写才也无墨斑笔啊？我早头你准备好啊，是这啦。来，我拢甲你写好啊，你甲签名就会使。签无清楚啊？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你著逐项拢写好啊，就干那我签一个名就好啊嘛。哇，你拢准备甲遐周全。想袂到这么简单，就这条切卡莲花，实在是天助我呀！等咱若转来秋雨的了后，我才甲你讲，这七卡莲花是要安怎使用。哦，啦，我种落要试看卖啦。我看你唔免试啊，就我种。你下必安？无唔对。阿公我，你还唔叫？你个滑头，过来看我是什么人？你唔是假仙红？啊，当然嘛，唔是假仙红，伊就是教我安尼去互恁斗阵关迄路仔内迄个白衣如啊。你安尼是要创啥啦？啊！我甲你讲哦，我是福州知府哦，恁感觉对我无礼是？你一个狗，不但不仁不义，真正也要毒害阮王大人，同时也要陷害谢必安的阿爹，佮想要冒篡帝位，周正虎，该死！你唔知你该死我哪有讲要什么冒篡地位啦？你都黑白讲，我黑白讲，你甲我去了，我你看，好，这张就是你写的证据。这是啥？这就是你拄仔甲县长拍契约，写予县长的保证书啊。对，点听。我周正浩，如今已经得到七口莲花，将来一定娶嘉诚上查某囝嘉仙凤为妻，共同利用七口莲花神奇三主为地。绝无变心，那无死无葬身之地。立书者福州地府周正浩高官，每日我写。你烧到弄毒，用这款这么恶毒的连环计来害我。你若无迄个野心，安尼你会中计，你会半身残主，人人诛之你。忠言不可违啊！苏冠华。哎呀，你啊看，大人大种啊，遐尔啊无路用啦，这毋是真正鬼啊，惊死有龙去你讲。师傅啊，原来迄个假仙红哦，就是苏玉华呢。师傅，你紧将因两个人哦带离开州府行社，安尼哦交迄个王大人。真富贵啊！准备好啊！好。哦，来，报告大人，演艺开始啊！传。迄爱讲啊，安尼较有办。咱即摆是咧办地府的人呢，爱计较臭屁。李雕像，阿杰坤，陆雕像，立殿书号。陆条上是安那一直昏迷中了。就只敢若使交代讲，袂当互伊伤早醒来啦。若无咱的骨卡会缩出来，所以啊，阮用小酒嘛一直甲灌，而且嘛安尼昏迷不醒。我靠咯！安尼是要安怎对心安啦？
都是的，安尼要安怎？我特别拢安尼艰苦到要死。有准啊！你去放一放冷水，甲灌快精神无？是。免，我话真哦，强啉水嘛无效啦。大人啊，安尼也好啦，不如咱等甲下晡暝再过来看卖啦。无只就等甲明仔载再过来审啦。无安尼啦，大家也忝，收工也食宵夜。完蛋嘞！恁两个店家人无好。啊！哪会这衰？干嘛你一箍海的？已经食宵夜，阮就等这咧告你一箍死人。讲到食宵夜，我巴肚就枵啊！我巴肚嘛是枵噶。哎呦！巴肚枵，佫还要加加肚，你说唔正惊？你死个好啦！哎呦，都真经足枵的呢。是啊。哎呦！你真是来安怎啊？是啊。已经食宵，到即马拢无看半个人，要安怎？是啊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哎呦！哎呀！别啦！鬼头，太少翻去。孝敬五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无种的。无，阮是夜车小鬼。你这个夜魂都已经靠近，一点点落真光王。夜车小鬼。夜魂。真光王。真光王来了。这是什么所在呢？哼，这乃是阴曹地府。阴曹地府？这是五皇，就是你面头前迄个大地刀啊，双边边个阴阳鬼魄，牛头马面，敢讲你拢无看？无啊，我拢无看的。我刚看到你尔。我知啊，一定是还未开工的展览，所以我看到。细粒的尔啦，嘿呐，太我啊！你开工点眼，像这种的不忠不孝不义大罪人免可怜伊啊，死好啦！都对，像你种不好做18扇地沟等你去佚佗啦，是好。天公地甲义风云，结业大情善恶分。意识人生无大项，回头只见一孤魂。因此道上苦难行，一定心明论法令。善事来到该是定，恶人记住不用情。大人当时你哪人知？俺骨头甲真有平啊！我讲到你有够戆呆呢，一定唔知你喺倒位去念诗啦，无时间就来。卢雕像，哼，卢雕像，你气武不用，而且恶言侮辱，输得好事，头弄大招，
自尽而亡，你该当何罪？我的后母自尽死亡，这什么时阵的代志？什么时阵的代志？哎，你这不孝子啊！连你老母当时死的你都唔知，搁做人个什么囝？你又要死，才去15啦你！王妈，这台风较好啦。乱来！本官的问案，恁两个免插嘴。是。哦，想袂到啊，白玉甲迄朱玉芬，哇，两个人手艺阁袂歹。恁两个人吼，后摆会用带因做某，吼，你一定有口福。我看吼，无救才有这个好救，我无捌。酒敢若使吼，只不过吼，无讲正讲要反对你甲白姑娘，伊吼只不过是，但是你安怎？安怎啦？拄啊，可能吼食伤济啊，即摆腹肚怪怪的。冲着。安尼啦，无恁吼先来陪我等我吼找一个所在，方便。啊，一摆就要食安济，安尼咱今仔去排戏，来内底等待戏，好行。还阁有你的骄傲苏月华呢？行好。李雕像，你不忠不仁不孝，违背天理，家己的罪行，家己招来，那无者。虎头灭面，严刑肃好。招来！苏月华，在4年前，我带这招摇附和，我高中头名状元，皇上有意招我做三驸马，嘛问我可有带这我。紧讲啦，我讲了后呢？我受到款势。荣华所卖，一时来丧失心智，怎呢？骗着我的记号，搞我一个过界，然后我将我车落溪骹，怎呢来杀车灭口？哼，真好，判官在为押。是。你一定是犯人所假，想要来捞我，要来捞我的口筋，想要来骗取着我犯罪的证据，对无？对无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一定会死啊！这无可能，这无可能是阴错地府。只要我若拍开这个庙，真心就会知影。无安尼简单啦！啊呀！呀！好啦，我给你呀！林龙主手，开去。是。
老兄，你严人追心。混啊五殿，一行显现。哦，谢蕊蕊，上心失性，万般相报，有怪无情。就是了命，就是了命。金蕊，金蕊。咱时间啊，咱袂使去食宵夜。对。大人啊，哦，你演了真赞，咱真个共款呢。后摆若这款的场面啊，再甲我通知一下啊！大人呢？阿仔，都怪安尼收，啊都无去啊。报告大人，阮收工啊啦。收工？哪呢？到底是安怎？我知。你是讲成凤爷显圣，台湾省武条上？是啊，永安若无成凤爷吼显圣哦，咱强行永安啊，无法度叫李条上认罪。唉，对，武条上的供证我看卖者。请大人过吧。连假成凤的秘密也找出来，一声吼，这大奸臣也该死啊！什么？小姐和三母嘛，以及周知府全部失踪去。是啊，回禀丞相，小姐三胡马，甲周知府全部伫咧昨离奇失踪，下落不明。依小猜想，这可能甲连江官令王江中因有关系。王江中，哼，小小一个官令，伊敢有遐大高胆？科道长，我看这件代志，就麻烦你施展着你的神通去甲我查明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我等下来买三星素果，连伊徛旗制作随后起大，使用着我的对影神通来查明这件代志。我较想，连伊就先向你耳仔拍拍，请丞相宽心宽心啊！不过，最主要是你的心强，千万唔通落在因的手头。啊若无着，枉为着你甲我来这座福州。三人知影，我相信这个神强度，丞相不出将来，连伊就当得到手咯。这三人敢甲你保证。道长，你的法力无变，我是知影。只要你这句话，老夫就放心咯。这神上夸奖，多谢。你看清楚，这就是你阿娘的梦。阿娘，我拍个张相来看。阿娘，三虎马，这哦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啊，你是毋是原来甲落爱跪落来，甲你那尔表示忏悔一下啊？那不是，今仔日我嘛要变到这样那两半。是你，是你害我，是你害我，你知无？三虎嘛，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？你敢要搁是人是无？你这个真是啊！假使若搁互你这款人活你个世间吼，真是天顶无法救啊！
唔通乱来，国叫国法，绝对无好下场。哦，李雕兄，哦，你真情讲你是要来甲恁阿娘跪拜表示忏悔，结果你刘雕兄，你摕关去，谢谢哥哥叫我你忏悔，结果今仔来到阿娘的墓前，你竟然讲阿娘唔对，刚刚你唔知阿娘是娃娃我的鼻子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婚礼，今仔日我就是要找这个机会来跟你讲，阿娘，我婚礼，从我细汉的时阵，你甲我讲，将来只要我若想出头的一日，你就是死你嘛甘愿。为什么你今仔日完全这么来害我？你讲啊！你别出来跟我讲啊！你这个是哪里讲的话？你囝你唔知人伊，居然搁甲对阿娘讲这种话，你千万良心想想，阿娘是安怎在听笑？现在你今日为着伊换好贵，你会丧尽天良！啊！讲啊！你讲啊！当初你为着要做驸马爷，你将我杀到洞内，要甲我害死。我是你家人，我爱你，所以我无怪你。也不过今日你对你家己阿姨这样不好，上帝要原谅你，我也无要原谅你。别讲牛啊，卖冲动啦，卖冲动啦啊！陆生，你让我来，你不让我来！我堂堂一个驸马，哪有可能？互恁这小命小主啦，甲我所罪，让我来！你死到你，还阁袂当袂记你富贵甲权势。我今仔一定爱你踮咱娘的墓前，看我摆头不破！刘教授，你目睭瞪甲大你看卖，你面前的某是什么人？是你亲生阿兄。当初你爹无安怎救助，你还阁会记？你讲你若辜负我，你要受天责罚，要予五雷击顶，你还会记袂？我婚礼，你别出来！阿娘，别出来跟我讲，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别出来啊！是啊吼，我就唔爱相信。人咧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像伊这款人吼，天公也袂放过伊啦。哼！当初我就要做驸马爷，摆地我这个无事，要将我害死。
阮希望白姑娘你安尼做吼，其实就是要互你一个表明清白的机会啦。啊，若无，迄个字条上就白纸写互伊拢讲出来啊。请姑娘三思，若无者，以就地府所列下的日，恐惊姑娘也难脱当罪啊。对，还阁有，如果成功图即摆留伫个姑娘的身上，请姑娘将成功图交予阮大人，以便阮大人将迄件人的罪证照定身上啊。成功图本来是伫我身上无毋对，也毋过伫个昨昏，迄个老顽童点我迄道了后，就叫伊迄姓朱的女徒弟提走，所以成功图即摆已经无伫我的身上。啊！哎呦，师傅啊，啊年岁都遐大，阁遐尼啊老，敢讲你要学人三子为地？哦，想要做太上皇？死查某，你学袂讲无？啊，你敢无听讲吼？啊，世间第一戆就是做皇帝，啊，第二戆就是做老爸。哎呦，我才无遐尼啊戆咧，啊，当然安尼。啊无师傅啊，啊你摕迄成功图是要创啥物？你应该交互王大人，早去京城，献了皇上才对啊。哎呦，这我知啦，啊，毋过吼，嘿嘿，我是想要先利用伊吼，伊有先强，大开一下眼界啊，啊，然后才将成功图交互王大人啊。对，安尼好有理，我赞成。你莫甲我去，啊，你甲我放啦，互你足烦的呢。啊，但即摆连迄朱玉芬甲白衣如拢无伫啊。迄假使若只有干那使想要做太上皇哦，啊，咱就苦啊咧。不过再讲，啊，咱这无迄张仙宫图吼，咱哦恐惊就无法度互咧周知府甲迄也做假丞相吼，踮伫咧皇上的面头前认罪啊咧。哎呀，真是一波比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啊，这声叫咱要去对找酒干那使因啦。啊，酒干那使咯。对啊。免啊怨叹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